今日呢係受到長者學院邀請啊，講一講嗰啲皇帝以前皇帝點樣過年嘅。咁我就抄咗啲資料，我知道大家對呢啲呢都好有興趣。今日同大家聊聊過春節。春節呢其實以前都叫做過新年啊。春節呢個名字係幾時開始呢？係其實係民國2011年開始叫春節啊。春節呢係數千年文化累積與傳承中呢，已經成為不可或缺嘅歷史文化傳統。春節呢承載咗厚重嘅歷史，係2萬中國人情感嘅聚合，係我哋中國人心目中呢有咗神聖嘅地位。我記得我哋小時候好中意過年，因為過年呢就要好比平時好啲嘅嘢食，係咪啊？起碼可以食飽，起碼可以食得好，有新衫着。係啊，女仔送月餅咧，嗰日最開心咪要新衫着，仲要呢可以利是哦，壓歲錢哦，跟住呢好多糖果點心，所以非常開心。但係依家呢越嚟越淡忘，越嚟越覺得冇咩所謂，因為我哋生活越嚟越好啦，日日好似過年，係咪啊？有一首歌我唔知你哋聽過未？365里路啊，365里路呀，一個叫做大陸嘅歌星叫文章唱嘅，你哋平時得閒可以聽下呢首歌。我都唔記得歌詞啊！我如果記得，我一定唱俾你聽。唔記得嘅文章唱歌名叫做365里路YouTube 上邊有嘅。人們呢係如果365日呢係365里路呢，咁樣春節呢就係最重要嘅驛站。人們一路心勞，一路嘅喜悅，都匯聚喺呢日時間驛站中。我哋用團年、賀年、拜年等儀式傳達親情、友情與戀情，團聚屋企人鄰里，呢個何等溫馨與幸福！身為民族文化遺產呢，我哋對春節呢不僅要照顧重視，更加重要係善於經營。春節呢就係古代稱為歲首、正誕、元日、元旦等。民國年間正月初一改稱為春節。由於我哋大家都已經習慣將春節呢等同於歲首，並且將年末也包含在春節慶禮活動之中，所以自上古開始，年中歲首嘅年節祭祀與慶祝活動都囊括喺傳統春節範圍之內。作為歲首新年呢，春節在中國已經走過了3000多年嘅歷程，其產生呢與古代年齡概念形成有咗直接嘅關係。呢個就係我哋最中意嘅春節嘅圖片小朋友最開心，舞龍舞獅。跟住講一講春節嘅演變。上古春節初形呢，歲終大祭與新年祈國之禮。豐收祭是春節嘅最初嘅起源。中國農業生活發展方向就喺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奠定。農業中國嘅歲時節日依循嘅係農業社會嘅生活節律。人們豐收之後嘅祭祀與慶祝呢，自然成為年度周期嘅界標。上古社會人們從神聖嘅角度理解日常時間進程，伴隨着四季歲時嘅是歲時祭祀活動。人們利用各種季節祭祀儀式中斷日常生活，以實現與天神地奇人鬼嘅溝通。
歲末年初嘅冬春時節又受關注，傳統嘅大型歲時祭祀儀式，通常係呢一年嘅時節舉行。因為我哋中國係農業社會，所以呢，大家知道要靠天食飯。既然靠天食飯，天氣晴朗，要落雨，要少少微風，冇發大水啊！我哋要祈求上天保佑。所謂祭祀呢，依照説明嘅解釋，是以手持肉奉獻給神靈，以食物奉獻神靈，是中國傳統祭祀嘅基本方式。中國人認為以上等嘅或時令食品獻給神靈，就如人間以佳肴招待貴客一樣，可以很好地表達自己嘅赤誠。上古春節嘅歲時活動主要就係祭祀諸神與祈求國秣豐收。到依家我哋呢個傳統都保存，我哋拜神將最好嘅雞啊、肉啊俾神先食，係咪啊？呢個就係拜神儀式。豬頭啊，呢個唔知乜嘢點心嚟㗎，包子啊。上古春節呢，祭祀呢主要表現為集團性嘅公祭，時間係歲末年初，祭祀嘅對象是天地、山川、宗廟、社稷，祭品豐厚，儀式盛大規整，是部落集團和國家禮節嘅重要組成部分。祭祀由天子主持，參加者為文武百官。早期嘅歲時祭祀呢，應該是原始部落國家嘅公祭。雖然我哋不能確切知曉當時嘅祭祀情形，但從考古發現嘅祭壇與紅山文化遺址中，可以想見當時嘅祭祀規模。越係早期社會呢，其祭祀活動越頻繁，祭祀儀式也越隆重。因為嗰啲人越係迷信咧，越係古老人越係迷信。歲終大祭呢，是歲末對天地人間諸神嘅一次總結性嘅隆重祭祀。人們祈求神靈在新嘅年份管束好水土、昆蟲、草木，讓他們各安其位，以免對人們嘅生活帶嚟禍害。元日就係年初一，天子祈國之禮。天子呢就係立春之日要到東郊迎氣，所謂紫氣東嚟啊，一定係喺東面啊，東郊迎氣。立春一日呢，周天子穿着青色嘅衣服，乘坐青色嘅車馬，率領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到東郊迎春，然後在本日選出一個吉利嘅天干日與喪生日。唔係天權啊，天干地支係天干定係我都唔知。乾啊，天權日與喪生日舉行交時祭天，祈國於上帝。交天之後，周天子也選擇一吉利嘅地支日與亥日舉行農耕儀式。天子呢親自帶咗呢個唔知點讀李雷係咪啊？等農具在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嘅簇擁下，進入田間進行象徵性嘅耕作。這就是史書上傳說嘅躬耕地節，即周王親自為天地到祭田勞動，兼之為本年農事豐收祈禱。這種正月立春後交期
祈告示祈求豐年嘅儀式呢，成為歷代王朝嘅政治大事。嗰陣時嘅皇帝都知道以身作則啊，都知道要勞動下辦嘢。唐宋呢，雖然以正月喪生日作為舉行祈骨儀式嘅時間，上古社會呢膜拜自然，隨時呢信仰反映人們對神嘅神秘自然嘅禮敬。春節雖然還沒有為正式名稱出現，但其隨時節年節嘅意義已經形成。人們將春節所在嘅歲末年初作為具有特殊神聖意義嘅時段，透過虔誠嘅祭儀，實現與天地萬物嘅溝通與交流。中古春節朝會與拜賀，呢個就係講到官廷啊，做官嘅朝廷啊。秦漢以後，中國社會呢逐漸脫離早期原始宗教信仰嘅影響，人們嘅歲時觀念呢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，依從自然月令嘅時間習慣逐漸改變，歲時節日與社會生活嘅協調受到關注。作為歲首嘅春節，在秦漢以後社會意義明顯。朝廷呢將歲首作為展示與加強君臣之誼嘅時機，民間呢作為鄉里家庭鄰里之間嘅良臣。漢朝中期以後呢，歲首在正月初一，稱為正月誕、正誕、正日三種稱呼。正月誕呢是漢代皇家嘅重要慶祝日，朝廷呢要舉行大規模嘅朝會，每歲首正月為大朝授賀，皇帝正月清早上朝，接受文武百官嘅慶賀，同時百官也得到新年宴飲嘅賜贈，這是禮樂齊鳴、百戲騰躍、魚龍漫延、一片歡樂景象。除非遭遇特大災患，正誕朝會呢年年舉行。有時呢，新年朝會也因為帝王嘅愛好有少少唔同。如在儒家經學盛行嘅東漢，講經論學呢成為社會時尚。在正誕朝會之後呢，有時會插入一啲有趣嘅節目。那就是辯論經術，嗰陣時好中意傾辯論嘅。我哋讀過《三國演義》都知道諸葛亮射箭群儒係咪啊？漢光武帝劉秀在朝賀之後呢，讓群臣能說經者互相辯難，如果該人學理不通，就要將其作者讓其通達之事。跟住講一個人叫戴平嘅，佢個官呢叫侍中戴平呢以其深厚嘅經學功力，奪得50餘席於座下。當時經師盛傳，解經不窮大侍中，就係話呢個人呢個口才相當之好，口才好嘅人呢就係你個座位升一級。本嚟好50之後嘅，你變到前邊越變越前，越多越前。個皇帝呢好中意嗰啲口才好嘅人。當時這樣嘅朝會對於混跡官場不學無術嘅官員嚟講，可就成了難過嘅年關。當然，這樣嘅朝會在歷史上並不多見。正誕朝會更多嘅係顯示歌舞升平以及君恩誠意融洽嘅景象。我都依家都好有感觸啦，睇到呢一段。點解你睇到我哋香港政府有啲官好識得講嘢嘅，但係有啲官真係唔識講嘢嘅，係咪啊？呢個特別啲 AO， 哇，好
我記得我嗰陣時啱啱入職嗰陣時，教處啊，呢個副處長姓關嘅，開我哋教新入職同事開大會，哇！佢滔滔不絕講半個鐘啊，唔用講嘅，就好瀟灑喺台內行嚟行去，揸住支咪咁樣講，哇！我嗰陣時真係佩服到死。後尾見下有啲官員講下嘢要睇，即係講下嘢要睇。如果冇嗰本小本本，佢唔識講嘢。有可能，喺宮廷嘅影響下，王者歲首呢逐漸成為民族大節。漢代民間將連接民族活動由傳統嘅禮日、立明日移到正月之間嘅正日。以前呢，其實係例日就係12月開始，12月初一就係我哋叫做立明日啊。立日到例月裏邊嘅日都係例日咯。嗰個尤其係例月裏邊又已經開始慶祝啦。臘八粥啊，咩臘狗，總之有好多花款。首先祭祀祖先、禮敬尊長是漢代正日禮儀嘅主要內容。在正日前嘅3天，家長與執事都有齋戒。正日是祭祀日，在家長執事敬酒請神之後，全家無論大小，按尊卑等次列坐於先祖牌位之前，家人為咗喜悅心情，依次向家長敬酒致賀。其次，拜賀宗親鄉黨。正日家庭祭祀慶祝儀式之後，人們走出家門，拜賀恭賀親族而鄰里，利用年節時機溝通自己與親族鄰里嘅關係。後世正月拜年嘅傳統，即由漢代正日新年拜賀嘅習俗發展而嚟。歲首卜年就係算命啊，卜卦啊，是漢朝正旦主要習俗之一。漢代人在正月誕預測一年嘅水旱年成風險。正月誕是與冬至、立明日、立春並重嘅4種歲時最烈嘅開始日，它是重要嘅年度吉凶預測日。正月誕觀察風向，風從南方嚟大寒，風從西南嚟小寒，風從西方嚟有冰雪發生，風從西北嚟湖都熟，要少量雨水，冰雪速凍。風從北方來有中等年成，風從東方嚟要大水，風從東南嚟人們有瘟疫疾病發生，年成也很壞，所以東南風就唔好。咁啊，聽日咧我哋唔知咩風，聽日係正旦日嘛。聽日但係我查下天氣預報，好似係東北風，係東北風係咩嚟㗎？東方要大水，北方嚟要中等年成，好似聽日唔係東南風，講笑。唔使影啊，遲啲我都派俾你哋。唔係嗰陣時史書預測。仲要呢睇雲嘅顏色，占卜中節所宜。另外呢，有一種從正月誕至正月初七觀察雨水以卜年成嘅習俗。從正月初一開始，一日雨民有一星之石，2日雨民有2星之石，數至7日最高有7星之石。即係話聽日如果落雨呢，我哋唔擔心啦，有1星2石保證嘅。如果初二繼續有雨呢，哇更加好啦。所以呢排大家發覺
越嚟越少啊，所以真係捱苦。捱準時期根據正月初一至初七天氣陰晴占卜錄出與人口狀況的習作，大概與此相關。漢朝呢，歲首家庭聚餐中有一道特殊嘅菜肴，那就是兔臏，兔子嘅臏骨，膝頭哥臏食得臏兔者，名之曰幸，得幸者是好兆頭，如後世得彩頭，令人吉利。還有一說，吃到兔臏者，令人臉部不會像兔臏那樣難看，得到兔臏就意味着自己不會有這些疾患，膝頭哥唔會痛啦。臏是膝蓋骨，為獲得兔臏就能吉利呢？在陳漢有一頗有新意嘅解釋。古代有一種臏刑，對於專長打動日膝到血赤者，處以臏刑，即係去掉大型嘅膝頭哥。秦朝殘暴難施刑罰，所以人們吃到兔臏呢，就認為自己得到加稅，這就可以免除自己遭受臏刑嘅厄運。嗰陣時嘅老百姓呢，都生活喺恐懼之中啊！因為隨時一犯法呢，嗰個刑罰呢，因為大家知道秦始皇好殘暴啊，加埋以前嗰個商鞅變化乜嘢，嗰啲刑罰係對人呢，就係威嚇阻嚇力好犀利嘅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歲首稱為元正、元日、元會。歲首呢，朝賀因是朝廷大典，由於典籍缺載，對於魏氏元會打理，只能知道概略情形。朝夕元會是為我哋描繪當日嘅熱鬧。我哋一齊讀好冇？初歲元作1、2、3。歲元作，吉日為良，乃為嘉會，宴賜高堂，尊卑係典儀有章，衣裳鮮潔，夫婦元王，千古迎接，宗座騰光，真善雜塔，充溢遠方。服飾文獻，瞻仰陽精華亮，元寶慈誠，千載為上，歡笑贈與，若在眉中，皇室榮貴，壽考無疆。呢個就係當時嘅情形。呢段詩嘅白話文翻譯呢，就係新年儀式大賀時運降臨，今天真是個極其吉祥的日子，於是舉辦這盛大嘅喜慶聚會，就在巍峨高堂裏設宴歡迎，尊卑貴賤井然有序地排列，一切禮儀都典雅而又規範，大家穿着鮮亮整潔嘅衣裳，受在黑白相間與彩色華麗嘅禮服，清純嘅美酒裝滿酒杯，集中燭光輝煌，酒光閃耀，珍奇美味嘅菜肴接連不斷上桌，圓桌方機上都堆得滿當當，低頭看見雕飾華美嘅車廂，抬頭望見彩繪絢麗嘅屋梁，但願這樣的美好景象能長久保持，千秋萬代都像今天這樣吉祥，大家歡笑盡情娛樂，不快樂的情緒久久不散，沒有盡頭。皇室因此更加榮耀尊貴，祝願長壽無邊，福壽綿長。
呢個係 AI 幫我翻譯嘅，我亦都好多都唔明，佢都幫我翻譯，不過我都信佢啊。這段詩描寫喺曹魏時期正月初一朝廷舉行嘅大型朝會與宴享場面，氣氛莊重又熱鬧。曹植最後表達希望這種盛況能永遠延續皇室永享富貴長壽嘅作用。晉朝武帝時對原會朝議進行重新修訂。正月1日前晚，宮廷官員坐在端門外，大鼓、大樂鼓吹等儀仗設於殿前。熱爐未盡10刻，群臣雜到，停料起火，上賀樂報，吆喝皇后。熱爐未盡5刻，群臣入殿堂各座位。皇帝出鐘鼓作，百官皆拜佛。皇帝坐定，群臣起身，然後依次朝和。官正午時分，百官皆拜佛。皇帝坐定，群臣起身，然後依次朝和。官黃河時分，百官皆拜佛。皇帝坐定，群臣起司尊者。哎呀，一個坐一個和，一個坐一個和啊，都係好麻煩啊。跟住皇帝呢，賜眾人飲酒飯食。正當元會時呢，就係殿庭上隻白虎尊櫃上有一隻白虎，如果能在天庭上直迎進諫，就可以開始進飲酒。即係話皇帝呢都希望你哋提意見俾意見我啊，而且呢嗰個白虎尊呢，你講得好，俾你飲呢樽酒。六朝元日飲酒作規奇特，嗰個飲酒嘅作規呢非常奇特，佢顛倒以前飲酒從尊長開始嘅原則，甚至呢係從年齡小嘅開始。因為小則得歲，先就可知，而老人呢生命衰老，所以最後飲酒。此外，在手臂上也戴着曲鬼環，在曲鬼圓係咪？呢個都圓嘅廣東話。曲鬼圓在門戶上掛圖板，稱為仙木。門後畫一隻大雞，畫一串萎縮以陽柱，呢個都陽光嘅陽柱，鬼邪之害。歲首8年嘅名作也好有趣。正月初一，人們以一串銅錢貼在竹樁腳下旋轉，拋到糞堆上，話咁樣呢可以新年可以諸事順意。傳說商人歐明過彭州湖時遇到水神邀其作客水壺，臨行前問佢有何禮物，有人教歐明只要魚丸，水神就好不情願答應。原來魚丸呢係個水神嘅婢女啊。自此之後，商人要乜嘢魚丸就可以滿足佢。後來在一年嘅聖誕，魚丸起身晚了，商人打了魚丸逃到糞堆中，商人用竹樁打糞堆，喊魚丸終究唔係要翻嚟。呢個就係糞堆嗰個魚丸呢，鑽到糞堆裏邊去啦。佢用嗰個竹樁嚟打嗰個糞堆呢，把嗰個魚丸打出嚟咪你可以萬事如意咯，預咗自己嘅新願。這樣流傳咗正月初一打糞堆呼魚丸嘅風俗。隋朝時北方人正月15打糞堆，有人話假裝疼痛答應，因為一邊打呢一邊喊魚丸翻嚟，魚丸翻嚟，跟住後邊有人話啊嚟啦，自導自演。民間元日合家團聚，設宴歡慶。白居易在江南
與家人一道團圓渡節，感受到親情嘅溫暖，又歲日家人喜事地質等堅情將事如煙盤觀，思為靜。我哋一齊讀嘛，地未吹落一二三，地未吹落小節順，嬌痴弄我作歡情。遂斬後推闌尾走，春盤鮮血搞牙前，形骸潦倒雖看嘆，國日團圓也可榮，猶有誇張少年處，少夫壯壯歡英興。呢個白居易寫嘅。白居易呢首詩呢，描寫元日當時嘅溫馨場面，用輕鬆喜悅嘅語氣寫成，白話文翻譯，弟弟妹妹、妻子兒女、小侄子、外孫，一個個天生嬌憨，逗弄我取樂助興。走過幾場之後，大家擺爛尾酒推到我面前，我都唔知爛尾酒係咩意思。依家我就知道爛尾，邊個工程爛尾，酒都要爛尾。最後一杯要多喝，春盤可能嗰陣時都食盤菜啦，三菜五新盤端上嚟，先勸我吃黐牙嘅麥芽糖，叫高壓情，就係甜糖啊。雖然自己這副老態龍鍾嘅身子骨確實讓人嘆息，但骨肉親人能夠團圓圓，也算係一件值得驕傲嘅喜事。我還保留咗一啲誇張嘅少年氣性，笑嘻嘻地喊老朋友壯壯叫英興啊！呢首詩呢，好典型展現白居易晚年嘅生活態度。雖然感慨年華老去，但家人團聚，親情溫暖，節日小樂趣，讓他仍然能夠找到快樂，甚至還能像少年一樣跟朋友開玩笑。唐朝呢係個氣象萬千嘅時代，元宵將燈風氣更加盛，80尺嘅高不知燈樹，樹立高山之上，100里之外都能見到。20丈幅嘅燈輪，依而緊秀，色而更銀，燃5萬盞燈，出之如花樹。哇，真係好犀利，5萬盞燈。唐朝皇帝為咗舉國同樂，將以前正月15、1夜嘅燈會延長3日，規定正月14、15、16官家放假3日，為咗人們通宵觀賞燈遊賞。節日期間取消平時嘅宵禁，即所謂更唔不更。唐初詩人蘇味道在正月15夜詩序中說：京城正月望日，盛時食燈火之會，更唔似緊貴戚給下商賈無不也有。宋與明清嗰代呢，春節稱為元日或元旦新年，正旦朝會儀式呢，引示皇家嘅重要典禮。北宋東京正旦大朝會隆重威風，皇帝端坐大慶殿，4名身材魁梧嘅武士站立殿角，稱為正殿將軍，殿上陳列儀仗，百官皆朝服冠冕，各路舉人頭面也身穿官服，在朝廷站班。各州政務官員嘅各自地方特產品進貢，各國使者也萬邦嚟朝啊，也上朝祝賀。遼國大使衣着紫雜袍，頭頂金冠，冠嘅後沿尖長，像大葉蓮。副使呢憂國根底，穿着漢服，
呢個就係當時嘅景象，真係萬國嚟朝。皇帝最中意呢個場面啦。大使呢拜立，拜呢就立左座，跪右座，即係話佢哋唔會好似文武百官要跪膝頭哥前高嘅，佢一隻腳單膝跪係啊。副使呢拜如漢儀，下個大使副使軍隊金冠，短小制服，穿着紅色雜袍。參拜嘅方式係叉手斬拜，叉手就係嗰個兩隻手拍。高麗與南方膠州嘅使節參拜於漢家儀式。高麗就係今日朝鮮韓國咯，南方就係越南啊嗰啲。維客人就係伊斯蘭維吾爾嗰啲啊。長南高鼻，以長膊殘頭即係前頭，好似印度人咁樣包住個頭啊。三披旗服，如氈人，如街小金花簪立，金絲戰袍出代，被帶妻子同來。各國使者不遠千里，參加宋代歲首朝會，皇帝力行辭宴款待。遼人與宋人啊，還有比試戰法，得勝者獲獎。哇！仲有比試啊，冇藝，睇下邊個威。其實通過呢個比試呢，測試對方嘅軍力啊。你個軍力好呢，你打過嚟我就早啲投降咯。你哋如果渣呢，我就唔服你咯，同你對打咯。元朝學習漢家儀節制，歲首朝會也隆重盛大。正月1日，北官帶路如崇天門下，也是夜晚5更入朝。皇帝皇后先後入座大明殿，待司臣官報時，北官分左右從入正門與華門進殿，分在兩班，向皇帝皇后鞠躬跪拜，三呼萬歲萬萬歲。丞相呢上表作讚，俯天率土，祈天地之鴻福，同上皇帝皇后2萬歲壽。然後呢給皇上3樽酒，教坊奏樂。接着宣讀中央與地方官賀表與禮物清單，新人道長耆老外國訪客依序贈賀，禮北大會諸王宗親駙馬大臣在殿上賜宴，開始吃喝啦。元朝帝王繼承中華歲首朝會大禮儀之儀，在盛大新年慶典中顯示太平氣象。明代建國之初呢，崇尚簡樸。點解呢？因為朱元璋係和尚出身嘅，以前係乞兒嚟嘅，好似好簡樸嘅，對朝會之禮呢不大講究。雖然在洪武元年1368定了正旦朝會儀，大略與宋朝元旦朝儀，但似乎明朝朝會呢只是例行公事，在國家生活中沒有太大影響。我哋翻檢名人嘅著述，好難看到人們對元日朝會嘅記述，似乎朝廷上下對元日朝會沒有興趣。人們元日匆忙上朝退朝，而朝官私下民間交往呢顯得更加熱鬧。即使在皇宮，人們看重嘅也不是朝儀，而是日常嘅民族活動。呢個係明朝嘅活動。明代正旦朝會呢不常舉行，無論宮廷民間都享受節日親情。劉律如在作中之中記述明代宮廷嘅春節與民間春節大體一致，初一日為正旦節，自年前臘月24日
祭奏之後，宮眷日裏內臣都穿上葫蘆頸寶子及芒衣，各家皆正點心煮純純藥食，準備120天嘅食品。年30晚上就開始互相拜著，稱為辭舊歲，大吃大喝，鼓樂喧庭，以為慶賀。年節又裝飾門庭，門旁設塗虎板，將軍壇貼門神，屋內懸掛福神繪本鐘馗等年畫，床上懸掛金銀八寶，西方經綸或者用黃錢編成乾隆。屋時插芝麻及田園飯拍子，叫做藕穗。正月初一5更起嚟，焚香放紙炮，將門桿在園子裏拋擲3回，明月疊千斤。嗰個門桿呢就係300拋起嚟，叫疊千斤。應朝八酒吃水點心，水點心就係當時嘅餃子，在餃子裏呢按包1-2枚銀錢，吃到這隻餃子嘅人呢，意味着1年好運。這天人們互相拜賀祝賀，稱為賀新年。從歲末到正旦，人們頭上戴着鳥鵝，鵝兒用烏金子剪裁而成，點染上彩，也要製成草叢、蝴蝶之類，做頭上的裝飾，以應節景。人日吃春餅合菜，初9開始灑燈市買燈，吃元宵。15日張燈，內臣宮眷皆穿上燈具寶子芒衣。燈市至16最盛，天下繁華，閒錯如此。親戚內卷，燈油還看了不為人。呢個當時嘅景象。正月初一呢，北京人上東岳廟燒香。初一至初3到白塔寺繞塔，繞塔呢就係圍繞住白塔打圈，我哋叫做行大運啊。初10至16，東華門外燈市繁華，市時四方桑鼓虎嗅雞嗌，備北辰珠石奇巧，裸兒北具，一切以下古今異物不至，官謝官蓋相屬，難付交錯。觀燈嘅時間集中係3日：14日市燈，15日正燈，16日罷燈。所以嗰陣時元宵節佢哋都玩3日啊。元宵節期間呢，正陽門、宣武門、崇文門夜晚均不關門，人民往來。正月16，婦女結伴夜遊，傳說這樣會驅除腰腿疾病。明月走橋，到城門之處暗中舉手摸城門釘，摸中者就意味着得到男丁嘅吉兆。明月摸釘兒，偷偷嘅摸呢個釘，摸咗嗰個鉚，其實就係鉚釘啦。個城門嘅釘摸咗之後呢，會生 BB， 而且男仔 BB 啊，偷偷嘅摸。唔敢明目張膽，都有啲怕醜啊！可能清朝呢，元旦朝會成為朝廷例行儀式，反映正朝會需要上京。雍正4年定元旦宴儀，元旦早晨，皇宮百官分別在太和門外與午門外朝服等候。殿內佈置完畢後，紅爐侍官應北官入會，李盤願應外返皇宮入殿。皇帝於太和殿奏中和受樂，王大臣就殿內
文三品、武二品以上官做單臂上，而旗下官員就係千萬下居一刻坐指察，搜查利益中群臣就坐次咳嗽2次，跟住呢行進酒禮，大臣給皇上跪進酒一咳叩頭一叩，群臣皆叩，皇帝賜進爵大臣酒，大臣2次叩舌謝皇恩，歸座群臣坐。其實清朝皇帝過年啊，不僅不輕鬆，反而係最忙碌嘅加班潮、加班期。年假期間仍需要處理國家大事，被戲稱為苦差事。從臘月封印起呢，皇帝要進行一連串繁瑣嘅祭祖、封寶、寫福字、舉辦大宴與宮廷慶典。過年重點在於示範儒家孝道與敬天法祖，充滿繁文浩節，而非單純享樂。據說乾隆好中意寫福字嘅。乾隆呢年初一嗰日幫人哋寫福字呢，第一個福字係留俾自己嘅，因為佢話如果送俾人哋我冇福啦，所以第一個福留俾自己，好得意啊！清朝皇帝過年有以下特色，一個係苦過年，皇帝雖有27日年假，但像康熙等勤政皇帝呢，隨即依舊照常辦公，凌晨都要起床忙於祭拜和祭祖，且隨即當天多不瞓覺守歲。好啦，繁忙第一日，大年初一元旦子時，皇帝要進行明窗開筆儀式，凌晨4點忙着祭佛祭祖，上午7時在太和殿接受皇宮大臣拜年，一整日呢都在忙碌嘅儀式中度過。宮廷特色春節呢有幾個，一個係封印儀式，臘月20左右呢，皇帝親自封寶、封請月煞，將個印呢封起嚟，暫停日常機關辦公。第二個送福字，乾隆朝起，皇帝會用慈福蒼生形狀親書福字，賜給寵臣。特別嘅轉宴，大年初一大宴上，菜品由太監御軍轉送至眾人面前，場面繁雜，但有條不紊。跨年搬家，乾隆等皇帝呢習慣於正月15前後呢搬到舒適嘅圓明園，延年後呢再搬回紫禁城。春節期間享用台灣西瓜，佢哋好中意即係嗰啲清涼嘅嘢。清宮資料顯示，皇帝在寒風凜冽嘅春節之間，能享用到從台灣精心培育並進獻嘅西瓜。整體而言呢，皇帝過年是將個人嘅私生活變成國家最高嘅道德教化示範。儘管豐盛，但非常之疲憊。呢個就係清朝皇帝過年嘅情況。春節呢，在我哋中國人心目中就係如此神聖、如此開心、如此難能可貴。借此機會呢，向各位老友記拜年，祝福各位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、合家團圓、平安快樂。